鏡頭來看婚禮，有一個女學生是講，伊國中的時加入卡球隊，就去互查甫教練性騷擾，一直到伊讀高職啦，是有5年遐久。最近，伊才勇敢站出來，甲這校方檢舉。目前校方是啟動調查，叫其他老師來代課。不過民間團體是呼籲講，應該隨停止請這個教練，擴大調查，看敢有其他受害者。就是這樣走，然後就是幾乎快整就是貼上。女學生講出真相，當初做到查甫教練雙手解剖掉的性騷擾動作。婚姻官某鼓勵高職學校一名女學生，指控卡球隊查甫教練為國中到高職5年外來，幾夜擺對伊性騷切惡，一直到今年4月參加比賽結婚。聽到其他教練向邊宣導，才提起勇氣向學校檢舉。有抱，或者是性的動作，那時候就是會覺得說。這是正常的，然後會不會教練對每個人其實都這樣？因為第一次參加國手。你身為老師，你身為一個教練，你的言行舉止，你必須符合一個榜樣，你不可以胡作非為，對不對？有問題，一定要請他去通報，這樣。女學生表示，查甫教練也閣會傳曖昧信息，雖然感覺會驚，也毋過煞毋敢甲親戚朋友講。目前已經知影，也閣有另外2位含妹也講受害。學校表示，目前已經啟動調查，這個教練也擔任體育代課老師，已經調離女學生班級，由其他的老師代課。到目前學生反映的事情，目前都是只要學生因為還沒接受調查嘛，所以目前來講就是都是疑似，所以學校已經有啟動調查在進行中。體育項目它牽涉非常廣，還包含這個女學生的體育成績，然後出賽的機會，我想對她來講是壓力非常大的。那所以其實學校應該要做的是立即停聘，然後擴大調查。林本基金會表示，因為教練會當影響學生的成績甲出賽機會，應該隨停聘，佮擴大調查。這個事件也顯示學校性別教育有有改進的空間。學校強調，進前已經召開教評會，後續會由性別委員會調查釐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